就饲猫仔当作宝贝动物，结果猫仔过身，用树状的方式，把猫仔骨头糊戴伫咧花骹，规粒花骹煞互人摒去。新北市新店这个黄小姐2年前饲一只猫仔做宝贝动物，猫仔过身了后，烦恼伊的孤单，就拿把猫仔的骨头糊戴伫咧3店门骹口一骹花骹里。几个工前，花骹煞互贼仔摒去，警察总算找到这个偷搬花骹的负责人。伊讲因为听人讲3店已经倒啊，伊才把花骹搬去回收，这卡花骹即马已经互回收车载去，嘛互这个主人艰苦坐挂。因为我现在刚想到他有可能就被大型回收就这样压扁了。一想到敢若亲人的猫仔的骨头糊到即马还阁下落不明，甚至有可能伫咧粪扫车内底，互黄小姐是真心疼，目屎一直流。安怎嘛无想到摆伫咧门口的花栽，竟然会互人偷摕走。但这毋是普通的花栽，内底阁带着过身的猫仔的骨头糊。2年前，黄小姐的宝贝猫哈吉出生搭4个月就破病过身，烦恼这只猫仔后生死了后真孤单，特别将伊带伫咧家己服装店的门口。无想到花栽前几工互人偷摕走，到即马还阁找袂回来。不想让他被一个人在山上的那种，对，结果我觉得很莫名其妙。黄小姐报警了后，警方调监视器发现，11月28号暗时有一个乌巴桑伫只对店的门口将花栽搬走。警方找到伊，乌巴桑表示是听别人讲，这间服装店已经关店啊，才会大主大意将花栽搬去回收。但即马食物已经互回收车载走，到即马还阁下落不明。我们平常出国都是4、5天、5、6天的，从来也没有人因为我们关店门就说我们倒了。这一次也才3天的时间，就说我们倒了，还偷盆栽。无想到，敢若是休困几工，上重要的猫仔骨头糊就会安尼消失无去。即马黄小姐敢若希望会当赶紧将花栽找回来，互伊的宝贝鸟会当好好安息，莫阁受到搅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